一个4块左右的催案，不过对弱势家庭来讲，一个月算算嘛是一份负担。所以听复兴高中家长会长郭益成讲，有一寡学生的催案、旧啊、个垃圾已经无效果嘛，唔简单。所以兴起联合两位副会长涂胜龙甲何嘉诚做回来关键，同时嘛扩大到男性里的弱势里面。在和上午伫复兴高中由校长甲里长代表接受场面温馨。这个发起口罩的行为，是因为有看到我们学区里面很多在超商里面消费的同学哈，其实他们口罩戴得又脏又黑的。然后对于我们学校这些弱势的学生们，因为口罩原本是不是很贵的东西，但是毕竟我以捐口罩的方式来发起给这些同学，可以以口罩自己可以戴好戴满，然后对整个防疫期间，不要因为口罩的太脏舍不得丢跟换。而造成的防疫的破口，所以才有这次我们副会长2位一起来做这个捐赠的活动。根据复兴高中校长陈文在表示，全校2760位学生，户下经济弱势有172位。这摆家长会所关的催案，佮包括要互男性里弱势家庭的部分，超过2万外片，拢会采取分时分流方式来发送。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家长会会长以及就是涂胜龙还有何嘉胜2位副会长因为近期也有一些媒体报道，有一些独居的长者在外面的就是超商购物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说口罩的使用频率也比较高。所以也比较老旧那在这一段防疫的期间，其实我们都非常注重教育就是说教育局也提醒我们一定要非常注重这些弱势孩童的一个就是关心所以我们的会长就这样子的一个发想希望能够借由口罩的一个捐助然后能够减轻我们这些弱势孩童家里的一些经济负担，那也把口罩戴好戴满。让我们的防疫工作能够更落实。复兴高中家长会伫疫情期间，徛伫敦亲睦邻的立场，强调照顾弱势就是保护你我，嘛希望唤起更较侪爱心响应。电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